继续来看副总统赖清德当选总统了后，第一个公务行程是今仔日甲行政院的副院长郑文灿做伙来参加台北电器展览会开幕。新总统赖清德伊的行政院长会是假嘞，讲同款是新潮流派系潘明安甲郑文灿，拢是热门的人选。也毋过再起，这赖清德、郑文灿虽然合体，但是互动无多，讲就是袂互外界伤侪猜想。副总统赖清德选后头一个公务行程到台北电器展，不过大家更较关心的是520以后的行政院长人选。面对记者的问，敢若会手尔无用。伫赖清德变成准总统了后，宣布退出新潮流。新任的行政院长人选，风声讲新潮流的选战功臣潘明安加郑文灿拢是热门的人选。院长会有可能接院长吗？有聊过相关人事安排吗？郑文灿嘛拢无应，不过甲赖清德共场，共款引起大家的关心。是讲两人虽然共台无坐做伙，离开时嘛是一前一后，规场活动的过程中互动无济，敢若伫致辞的时。蔡总统，我看他也常常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文灿也不用讲了哈，美花部长差不多每一年都来。人事也有时间慢慢的考虑，是讲胜选了后，美国陆续派出国会议员来访问台湾。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印太小组的民主党领袖贝拉，将甲美国国会台湾连线联合主席巴尔以及迪亚士巴拉特做伙访问台湾。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讲卖来，恐惊引起中国的关切。台美关系是持续稳定而且升温，另外一方面也代表的台湾在美国的主流民意是受到欢迎跟支持的。为内政人事的布局到对外关系，赖清德伫520上任进前拢无通用。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